勵自己呢份動力咧，某程度上面係嚟自外在嘅獎勵、錢啦、讚賞。但係最持久嘅激勵動力並唔係嚟自外在，而係嚟自內在。嗰個狀態係，就算冇人睇住我，我仍然會向住自己覺得非常有意義嘅目標一路向前行，就算我遇上困難。當我哋誤解咗動力嘅真正來源嘅時候，呢個非常之危險，佢會影響我哋嘅事業發展、工作表現、領導能力，令我哋失去方向，甚至放棄一啲對我哋非常重要嘅目標。因為真正推動我哋嘅力量，比我哋能夠想象嘅更加深、更加闊。呢條片睇兩樣嘢：第一，乜嘢係激勵自己？第二，激勵自己包括啲乜嘢元素？Hello，你好，我係 Shirley，我係一個企業教練。今日同你分享嘅仍然係 Daniel Goleman 喺1995年出版嘅《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緒智能點解比 IQ 重要》。今日我哋會講激勵自己嘅部分。如果長遠嘅動力嚟自自己的話，下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有啲人遇到困難仍然可以堅持落去，有啲人遇到困難好快就失去咗動力。情緒智能激勵自己嘅部分有兩個核心能力：成就導向、樂觀前景。意思即係話，就算我面對緊挫折嘅時候，我仍然保持樂觀，向住我個目標一路行落去。激勵自己有幾個重要嘅元素：第一，內在動力；第二，韌力；第三，心流；第四，樂觀；第五，意義同埋價值觀。想象一個困難嘅項目，第一個人為咗人工去返工，第二個人享受當中嘅挑戰、成長同埋非常投入。當有問題出現嘅時候，後者會容易啲繼續堅持，因為佢嘅動力嚟自內在。你有冇試過，當一件事對你好有意義嘅時候，你會越做越精神，但係當你唔知道自己點解喺度做緊一件事嘅時候，做一陣間你就已經覺得好攰啦。呢個帶出另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如果外在嘅獎賞唔係最強嘅動力來源的話，咁究竟乜嘢支撐人長期嘅努力呢？咁究竟係乜嘢推動緊人長期嘅努力？ Daniel Pink 喺《Drive》呢本書嗰度提出，持久嘅動力嚟自三樣嘢：第一，自主性，對自己嘅工作同埋生活有掌控；第二，自我提升，不斷進步；第三，目的，將我哋嘅工作同一個更大嘅使命去連結。自主性會提升我哋嘅投入度。我自己讀大學嘅時候，成績比中學好，因為我覺得有更大嘅空間同埋更多嘅選擇。同樣嘅情況出現喺我讀 EMBA 嘅課程嘅時候，因為係我選擇要去讀 EMBA 嘅，而且係我自己自費，我仲要投資自己嘅時間。呢個亦都解釋咗啦，點解當我哋過度 micromanage 嘅時候會破壞咗人嘅動力。當人失去咗自主權嘅時候就算個獎勵冇變過嗰份嘅投入度一樣都係會下降嘅。呢個帶我哋去到激勵自己呢份動力同意義嘅關係。咁內在動力同意義喺現實世界嗰度點樣展現？點解有啲人就算回報唔確定嘅時候，仍然可以堅持落去？內在嘅動力係因為事情本身好有意義而產生嘅動力，佢唔嚟自金錢，唔嚟自地位，唔嚟自外界嘅認可，而係嚟自自己挑戰、成長、學習嘅滿足感。
Malala 喺被槍擊之後，佢仍然繼續堅持為女性有平等教育機會而發聲，透過呢個內在動力展示意義。David Goggins 展示嘅係另一種嘅內在動力，透過自我提升而產生嘅動力。佢曾經係一個過重、人生方向好迷失嘅年輕人，透過極端紀律同埋自我訓練，佢最終成為咗 Navy SEAL 同埋世界級耐力運動員。推動佢嘅唔係外界嘅讚賞，而係一個非常個人嘅挑戰，就係不斷嘅突破自己嘅極限。Michael Jordan 嘅故事展示嘅內在動力係將挫折變成轉化。高中被校隊淘汰，佢並冇將嗰一次嘅失敗變成句號，反而佢將呢一個挫折變成推動自己嘅原因，不斷訓練，不斷提升技術。佢嘅動力並唔嚟自外界嘅獎賞，而係嚟自佢對於掌握籃球運動本身嘅追求。最後，佢成為世界上面其中一位最偉大嘅籃球員。呢啲故事話俾我哋聽嘅係，當內在動力加上意義嘅時候，困難變成過程嘅一部分，挫折變成轉化嘅原因，而唔係放棄嘅理由。正因為咁樣，內在動力往往成為咗韌力同埋長期成功嘅基礎。內在動力呢，仍然未夠。當事情變得困難嘅時候，另一個能力就變得非常重要——韌力。韌力係理解到生命唔會零挫折，而係喺挫折同失敗嘅面前，仍然學習，仍然適應，仍然繼續向前行，去自己想要嘅嘢嗰度。James Dyson 為咗設計新嘅吸塵機，做咗5127個失敗原型。Viktor Frankl 被囚禁喺 Auschwitz 嘅集中營嘅時候，佢發現有一部分嘅囚犯，即使身處喺極度困苦嘅環境裏面，仍然可以保持到心理力量。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幽默感，佢哋咧會攞自己嘅處境啦嚟講笑，藉住呢啲嘅方法咧，同痛苦保持一個心理嘅距離。即使喺最黑暗嘅情況底下，仍然透過重新去理解困難而繼續堅持。Mother Teresa 展示咗另一種由使命感驅動嘅韌力。佢放棄咗安穩嘅教書生活，選擇近距離嘅幫助有需要嘅人。同佢哋一齊住喺加爾各答嘅貧民窟嗰度，每日面對苦難同埋貧困，仍然持續工作，因為佢嘅使命感令到呢啲困難變得有意義。韌力係喺困難入面仍然可以回應，仍然可以成長，投入。內在驅動韌力之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狀態，就係 Mike Csikszentmihalyi 嘅心流理論。心流係一個高度專注嘅狀態，當人完全沉浸咗喺一個活動裏面嘅時候會唔記得咗時間啦，會冇咗自我意識啦，甚至連情緒都缺席嘅。例如Gregor Mendel 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好專注咁樣去研究豌豆植物，然後發現遺傳定律。
Steve Jobs 喺開發產品嘅時候，身邊嘅人形容佢經常完全沉浸喺開發產品嘅設計裡面。維珍嘅創辦人 Richard Branson 將建立企業視為一個挑戰遊戲。當佢去建立企業嘅時候咧，佢會完全投入去解決問題啦，學習新嘅系統啦，同埋咧突破界限。呢種投入帶嚟心流嘅高度專注狀態。當我哋去做一件有挑戰而又有意義嘅事嘅時候咧，我哋咧會覺得時間過得好快，但係咧我哋又變得更加有能量。心流呢個狀態之外，仍然有一個工具咧，可以令動力持續好多年。Martin Seligman 嘅樂觀，樂觀唔係盲目嘅正面，而係相信自己可以透過行動去創造正面嘅結果。Peter Thiel 講嘅 definite optimism。Colonel Sanders 係一個樂觀精神嘅現實例子。佢60幾歲嘅時候，原本經營嘅公路餐廳失敗咗，佢開始推銷自己嘅炸雞食譜同埋加盟模式，俾人拒絕咗幾百次，直到有人願意同佢合作。最後咧，佢建立咗 KFC。推動佢嘅咧，唔係咧一個有保證嘅成功，而係咧佢相信啊，最終一定會有人咧睇到佢嘅想法同埋價值。樂觀咧並唔係天真，而係喺唔明確之中仍然選擇去行動。當工作同價值觀連結，動力就會更加穩健。Patagonia 嘅創辦人 Yvon Chouinard 將環保變成價值觀。Adidas 強調運動可以改變人生。Richard Branson 相信企業可以改善世界。佢經常將商業視為改善客戶體驗同埋挑戰不公平行業嘅平台。喺 AI 年代，價值觀呢一點更加重要。未來嘅競爭力將會更加依賴情緒智能。我點樣導航自己嘅情緒？我點樣導航身邊嘅人嘅情緒？激勵自己呢份嘅能力，其實嚟自理解自己嘅內在動力，使用自己嘅韌力，啟動自己嘅心流狀態，帶住自己嘅意義，帶住樂觀，帶住價值觀，變成自己嘅價值。就算 Steve Jobs 都喺1985年嘅時候俾蘋果電腦解僱，佢冇因為咁樣幫自己畫上句號，反而佢創立咗 Next 同埋 Pixar 呢兩間公司。12年之後，呢兩間公司俾蘋果電腦收購，佢重新返去蘋果電腦嗰度。當我哋將我哋嘅價值同自己嘅目標、目的連結嘅時候，就會變成一個動力，推住自己一路向前行，去到自己想要嘅目標嗰度。如果你喜歡呢條片，請你訂閱、留言、按讚、轉發。下星期見。